边。就是他们3个。秋季这个，是就第3个。还有一个是永吉的，还有一个永吉是2个，一个是泰国网友金明珠，还有一个是韩国的金明珠，一个泰国的永明。考验里面小小的人也来了，大大的考验里面小小的人也来了，小小的扛着手里大大的对抗来了。这个是宋文他们的。